老有所為啊，老有所為應該係就自己嘅能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，即係將你嘅能力做到最好咯。人生係着重有幾多光芒發出嚟，唔係在乎佢嘅長短。我叫周碧玉啦，步向72歲啦，係一個普通人嘅啫，冇咩特別嘅，同你一樣，一日有24小時。退咗之後運動嘅時間可以多啲。平時我就會一日跑步，一日做重訓。咁即係3日跑步，3日重訓。我而家嘅身體咧，好過我後生嗰陣嘅身體㗎。呢個要靠運動啦，即係無可避免嘅。即係冇乜聽過話身體好唔使做運動，坐喺度靠食補品可以食到身體好嘅，真係我未見過啦。初初好輕騎嘅就係行下幾百級樓梯，朝頭早上去彎下腰，即係嗰度有班朋友啦，咁你又會開心啦，日日晨運見到啲朋友。後尾個仔話有個比賽叫 Hyrox 喎，去唔去玩啊？當去玩㗎咋，唔係去比賽㗎。第一次我同新抱一齊去比賽，攞咗個亞軍，我哋都冇理到，玩完就走啦，都唔計較佢名次添啊！所以我啲旗入邊少咗一張㗎。想做咩做到，高嘅嘢我可以拎得到，重嘅嘢我拎得起，咁咪開心咯。運動只係我生活嘅一部分啫，所以樣樣我都有興趣去試咯。動完我又要揾啲靜嘅嘢嚟做啦。咁我會自己睇下書啊，寫下詩啊，調嘢性情啊，又要同朋友飲下茶啊，吹下水啊，咁食埋晒啲冇益嘢啦。呢啲先叫做生活啊嘛。但係做每一樣嘢都要感覺到有個樂趣喺當中咯。即係你做得開心，咁你就會繼續去做咯。咁我就10年就去咗理工大學讀咗個中國文化嘅碩士課程，學而後知不足啦。哇，學問嗰個大化你根本即係望都望唔到㗎。讀完之後咧就有興趣。咁於是過幾年之後咧，去中大讀咗個宗教研究課程，咁所以又認識好多嘢。咁喺讀書嘅過程之中，我又可以同啲後生嘅大家做 project 一個 group，咁佢冇得唔受我玩啦。咁又可以同啲後生一齊玩下，樂趣嚟嘅。嗰個年齡我都仲做到，又係一種即係自信咯，對自己一種肯定咯。我幫香港大學佢教運動，就喺老人院啊、社區中心啊，可以喺教人嘅過程之中，我自己都學到嘢嘅。其實教學相長嘅，有意義之餘，再要開心啦。我曾經教過一個佢中風好似6年，嗰陣時80幾歲，咁佢就跟我做運動，幾個月後咧，佢一次突然間起，咁就起咗啦。我睇見佢一路進步，咪開心咯。而家已經90幾歲啦，呢啲就好大嘅滿足感，好大嘅推動力咯。即係呢啲樂趣就錢買唔到嘅。我覺得退只不過係退某一個位置啫，就唔係話我跟住乜都唔做嘅。唔可以話真係休嘅，因為生活都係咁樣啊嘛，你都係咁樣照常起身梳洗啊、飲食啊，都係一樣嘅啫嘛。你點樣將你嘅生活過得有意義啲？呢個就係 key point 啦。最緊要係要開心，因為快樂咧就你唔使講話我要乜咁多嘢，只要我快樂，即係乜都有啦。唔係開心嘅嘢咧，你唔可能堅持落去嘅。